带去读唐诗。经所录，这孔子以谈之。作者董宪宗。夫子胡为强，沙沙一大中。地有所是一，体积老王宫。探风加新风，上林万道强。金看两营殿，东夷望西东。简介，这首的作者呢，就是咱古社会常常提讲的一句：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唐朝第四代皇帝李隆基所写。在开元13年，也就是西元725年，是董宪宗英明睿智、励精图治最昌盛的年代，也是历史上呢，会当甲贞观时期来媲美的开元之治。第11月，伊冒着风势，亲自到泰山来祭天，行封禅大礼。路过曲阜孔庙，以隆重的礼仪来祭奠孔子，有感而发来写成一首。规篇呢，以疑问的字句来立笔，用叹、加、伤、怨，表达对孔子50几岁老迈之心，一个不辞辛劳，游历列国。报道传教，发挥儒家有教无类的思想，诗经呢非常的深邃，既叹息孔子一生不为不得其志，也为将不屈不骄、勇往迈进、超凡脱俗、立世精神，个有教无类崇高的理想，确实值得万世推崇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